香港財赤其中一個原因咧係社會福利咧長期被濫用，例如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。政府最近就提出改革，等我同大家講下重點。第一，限制重複申請體恤補助。政府發現3年內有超過2000人咧喺2年內重複申請，不禁令人懷疑真實性。例如有職業司機3年間因為多次發生交通意外咧而獲批超過36萬，亦有行人5年間多次申請獲批超過64萬。政府建議體恤補助2年內只可以申請1次，相信可以打擊濫用。第二，合併性質相近嘅補助，降低援助日數。援助計劃嘅受傷補助同埋臨時生活補助申請條件相近，最高可以申請180日。過去有30%嘅申請者咧兩項補助都申請，政府建議將2個補助咧合併為體恤補助，最高申請日數咧下降至60日，而合資格申請人咧每日可獲發330蚊，估計合併後咧每年可以慳返2億7千萬。如果有受害人咧傷勢嚴重，醫生批出超過60日病假，亦都可以申請咧其他政府援助。第三，回復至7日病假規定。基金申請個案咧持續上升，唔調整嘅話咧，去到2032年咧就會乾塘。咁多人申請同門檻寬鬆有關。而家申請人咧只要獲批3日病假就可以申請。其實當年計劃實施初期咧，申請人起碼要有7日病假先至符合申請嘅資格。呢個做法咧可以防止瑣碎個案同埋減少欺詐嘅行為。今次回復7日嘅要求，除咗考慮到基金嘅財政狀況，更加係體現政府嘅原意，減少濫用。政府唔少惠民政策咧，往往因為濫用，令到真正有需要嘅市民咧不能獲得援助。繼續嚴打各項濫用咧，絕對有需要嘅。例如今屆政府上任後咧，嚴打濫用公屋，至今咧收翻8200個單位，等同幫政府慳翻82億。立法會近日通過打擊濫用公屋嘅條例，相信有更好嘅阻嚇力。請大家留言讚好，同埋咧係轉發分享，多謝。